承德皇帝山东放置，到上牛里吃饭了，搿他不对阿罗还要叫隔壁排档顶那里真正三个。阿罗呢还是百姓保险，皇帝不离两里军队里当同的呀，拿起个当口嘛，来表示阿罗聪明，结怪聪明。点点个分量不对，东乡上没是讲怂管。阿为真个军队呀，真个军队是吃地方外头两里肯定太多呀，天天老板啊发。谁考虑一粒，看好一粒，一粒下去不了展望看嘛，展望时候军队真的晓得真的军队阿罗上来，哎呀那是大拍马屁，哎呀要么小儿也想不得想不得，那衙门个跑的真大，哎呀吃的大家哈，军队两里一百，就上我弟兄大家在路上那个好吃，特地见我大概打，下衙门，下衙门上我弟兄才遇得上啊！哎呀，你推吃筷子啊！因为你服侍等我失忆了，我吃上下来不能一口子干。哦哟，你多个别地个老板呢哈！这个开放30多年，为了吃大狗饭了。今朝我有心上的嫌疑，但是出来我随身袋里像一摸出去的军队。来，小儿，这上与你也公神的，发财中啊！我想要不最好啊！上与你也公神的呀！你说嘛，我非常。杨妈，你上哪户人家？京都城市。都然后，你做啥个生意啊？非美举报为生。大老板，怪不得我出水不完。你真心啊？姓朱。姓朱，知哪个朱？撇飞朱。好心啊，好心。我晓得了。这个朱不得了。皇帝姓朱。咁你还有叫我干啥呀？门上干脆呀，皇帝个擦面孔我都不出子。定恨把人讲你年纪大，干脆不随着讲我年纪大了，所以面孔也背下来着。你是华家的了，不灵光，这个帮人不欢喜那个，不欢喜那，搿么哪呢？怕毛皮的人样样样，随这个面皮不一样，得走来就是，啥呢？60是啊，实在那么大60，什么60骗人我当子人没骗人我呢？哎呀，这下真是你华家的了啊！真的60啊？是我当然面对面我让他看看，不过30出头点。那店门口，那油脚爬过来，我又这一口，哎呀，你看上去顶多17不3。这个马屁拍得好啊！千臭万臭，马屁不臭的，而且这种马屁，皇帝顶欢喜了，顶高兴。那是真正差来我随身的理想，这也是一部军队啊！来，小儿，上与美的，拍马屁拍得发财是吧？哎呦，这样嘛，谁好有什么？要么你是特地的上去呢，还是路过该打？像我老金次的。路过，哎呦，财神菩萨路过。咁你到路打去年？像我要往山东梅家庄。梅家庄，哎呀，梅家庄是哪户啊？梅家庄不就在路里家哦？梅相府，真是。你当梅相府啥个关系？这个县级哎呀不行，你说点数红口呀，没得这个听说。那是亲戚，真是。怎样？啥皮家是过去啊？
怎样？我对话讲，追下来。我阿叔蛮相夫抠门的。好，我对什么话讲？哎呀，顶住水口水平小儿，快讲！刚出去杀口浪头的。追下来。我阿叔蛮相夫抠门的。嗯，蛮相夫8年当中定下来规矩。什么规矩啊？清酒旁鱼一概不许上门。啊？哪怕皇帝来，考虑出去。什么子？哪怕个皇帝去，还要可能出去？这却为何啊？为啥？为了什么啊？真的话讲，顶住水口水平，你快讲！你还晓得？怎样？老乡要夫妻两高头，独养男美乌用小叫天下第一美人，进宫陪伴红日皇帝的。那想得到，把你们这消息传得来讲，小叫死特着。老乡要做日娘，一上毛病受此狗屎。梅太夫人人不是人过的日脚，哭哭啼啼啼啼哭哭，骨髓是啥？一个人要疯脱夸子。都是跟你知道哪里想住来在好人住了啊！小家住来着呀。非得小家分析住来外家。为抱一个小奴住来。儿子来着，儿子来着啊！干嘛也奇怪的了？是啊。哎呀，你分析老皇帝们公司8年在这个小奴来落达来个你。是啊。我对我讲啥对个？哎呀，吉祥了，你快讲！晓得这个小奴他是打现在皇帝搞起你才养的。那么这个事体不能被人晓得会了得啦。是啊。据说皇宫里向杀人害里呀，好不容易逃出来的。那么为之保了美妃的性命，怎样？清酒旁鱼统统发往来，投入清贼。一种把得来穷清酒来交通的一个，来归个。梅太夫人不紧，一次性打发，动地都不地，一次性码头。那么有一种是神采也好来忙忙里个，王一大不见，树一大不见，外口好做好来个啥事的不来着？昨日怎样？清酒旁鱼统统投光不要去缸里，梅妃苦恼。怎样苦恼啊？哎呀，皇宫里向有人爱里个，地心吊带3个进宫之日，八股准备好，遇上风吹草动。把子小奴领子八股大性命。哎呀，一个人一日都要提心吊胆，弄得这个苦难，还晓得啥人害出来？好人害的呀！刮来刮去，谁是头名娘一个火烛派皇帝害出来？不要气人，不要气人，不要气人，不要气人啊！不要气人！这皇帝面孔红啊，小一个激动舅舅，不讲，哎啥该整个我面，娘一个火烛派皇帝。这个还无大手段，但是见我反起那成功啊！我非一个硬追上俺一个儿子，也得继任王位，背下去。咁你讲的是俺天上头落清在，我皇帝去也看出来个，不能奇怪，不气不高兴，背下去。但是李史官，李个阿叔没相夫郎抠门的，啥个？今朝谁请你个阿叔开一开方便之门，当我开开玉门吧。个皇帝做娘，做这个皇帝为他不对阿龙阿叔把你开玉门子。小儿，相我定要金得相府，不来过。相你家苏大人等真是没相府让开门的。没准开门关。相我定要金得相府。哎呀，不来个吧。相为你家苏大人开一开这个方便之门，世人之语定当说上。这个哪个意思？背下去，定要去的。背下去，不进来个。甚至到梅相府亲戚，讲着娘一个流氓皇帝，哎呀，皇帝哇，嘿嘿，搿么今朝我碰上皇帝，那过头碰上天花板，说啥？报堂向你不做人，我要弄个部过来做菜。
啊，要马上说出不，要等你龙马家龙腿对啊，这个你们一定要进相府，是啊，定要去的。要我们去排队阿叔实情，放在进去。是啊，是人之类定当手上。不是啥个？阿叔没想你哦，我当儿子的我开刀看爸爸开看没回头。哟，小儿，这样拜托你。哎呀，啥个闲话一句话一句话。是人之类定当手上。别，这个闲话客气噻，客气噻，别。怎样？哎，刚刚你帮我自家的监督，我个人不来个呀，不接杀个。哎，个的监督了。买房子了，讨娘子了，养儿子了，在这里跑的，这别，动地生啊猪嘛，别。哦哟，但看你不成，3年不对么他，志气大干个，不偷头经人。哎呀，但是我龙江啊，我朝内做事体呀，我不跑的，我肯定要上那个。哎呦，你人资费嘛，咁哪办呢？啊，小儿，生意道得好，少定不吹我病，你与我辈子，我理当说上定要上的。搿种闲话呢啊，上定不差我病，皇帝讲出来个闲话。哦，这个你一定要上我。是啊。哎呀，一定要上我，但蛮麻烦的。是啊。啊，今次年子嘛，我不要。啊。你不要今年，你要什么啊？要什么？哎，时间好。怎样？我不是讲你今朝大概大，年有年发。你蛮欢喜我交给金钟的。哎。哦哟，你这姑娘自家人啊，我送不来做那个女子吧。哎呀，对你妈妈你委屈的很多，非说我穷儿子，不儿子，你是那种他不对的儿子，我还不委屈的。哎，小儿，想在下你美之人，早已自身满堂的了。哦，这个做那儿子不来些。阿罗门开进啥天做你儿子呀？做了一个儿子，你是皇帝，我是皇太子，将来你死他，我来做皇帝，出来我想做皇帝了呀。做那儿子，你不要，不我君子，我不要。这必须有事。好啊！哎呀妈！怎样？我想门口那个生意阿斗的，啥叫说生意阿斗？我交代是我的，哪不懂啊？大得很。哦，斗个，那么第一阿斗个，谁管各地的衙门才是我分的呀？到底是。哦，斗个，那么请你帮忙的。怎样？哦哟，你家不晓得，我爱打鱼泥饭吃得来一头。阿能够你帮忙。龙背部分地来本龙姑姑。哦哟，不来不来先也没不识定的呀。他是上龙背部分地，随着让你走过，你哪还走过的？小儿，像我这地盘，规模甚大，其中的后继定要与谁行与能为，像你们不能深深地随那些经验。别，今次年子我别呀！你帮忙小然后去试一试好了哇！哇塞，水次我说是不能言远的，帮忙！说是不能言远的呀！有哪个网友非常弄了？傅大人。是啊。你敢讲山上傅大人？你是微信我的很不像的，非是山上。谁说上谁把上了这样公告？不允，我随时不允。哟，你很啊！你不是本人，你是皇帝啊！请你千万别打龙宫不过来做呀！哦哟，皇帝想不落，现在不你帮了陈登北郎这么拉的。不过没光兄讲，出现在现在不人不晓得我皇帝，你一口就是莫光兄了，走过升堂的跑用上的，反正大上来杀人讲的杀人死，一口就是可莫不识定好呗。现然后让你试试嘛，不人讲用一个三心思要我打你用个十三不个让你跑喷，真正的自家弄不力气了，还要为对我3亿个。对，好，积善行此，成功远离随时了。他现在该不够。我是好人，绝不可泄露风声。
的。你放心，你帮我做过，看疼我牙齿，我讲杀疼我口老也不讲。做过的，做了。正宗马云吃青豆子。王金爸爸，帮我做过嘛？做啥个过呢？哎呦，门开真个，但我肯定走家。那么其实已经打定主意，干什么也无所谓。神功封一个七品西游，七品阿头个，最小的，顶些个，那么顶头就好，一品当上。哎呀，王的爸爸，你还有做得地肉啊？一样帮我做过么龙哥不一品来当肉啊？哎呦，个仙女啊，你胃口可以哈子哇！娘，那种一品当然，我上当了下位弄得力气了。哎，小妹儿，取个后意。走到那一品当上，那是一人之下，非人之上，都是大圣大义之人方能胜人。其实你可能胜人的呀。一品三过不来三个，这七品，这与七品。那么谁七品啥个？七品啥个？好啊！出来我七品啥的，差不多阿罗做七品啊，没喊了呀。那么好了，皇帝规则，把当先你这个三位来去试他，做古人要跟着我跑着呀。那么去围对生意，老百姓不路呀，阿罗是三个浪民心服务员呀。你来围对生意嘛，没办法。那么皇帝才交代阿罗，屋里向来去安排好，跟我把屋里向阿有人了。阿罗说有是有的。娘娘来这故事，有个老哈帮我养个。皇帝一听，好，这个人良心交关好，拿出纪律军队交给了阿禄。老哈帮呢去安顿下，有什么？阿禄拿出军队托隔壁乡邻帮忙。阿禄平常辰光为人好，地里向有种客人会跑的。小菜一袋子，吃没几只，上午来行情，你在打包大周去个，大周去嘛，隔壁乡邻大家去分分，大家门子捏一捏嘛，小菜菜鱼在生一个饭手还吃着。一进带隔壁乡邻交关好了，阿禄开大口，别人一口答应。陆家人家，每家人家两粒军队，对啦。那么陆家人家刚好的，大家人类照顾一个来哈不？屋里向安排好，皇帝再交代买一套衣裳，啥个衣裳？冬儿的衣裳。我31年，你家是跑堂仙女打扮，跟那旁边不得样的呀，人生至目。冬儿打扮跟那旁边比较符合。那讲我是皇帝，乃是臣子，身份才配的。另外再交代买一匹马。为啥要买一匹马？可以马上头，但是皇帝想想，我当然差不多阿罗骑一匹马，没胃口。买一匹马，1000等全部输入两家的上马背，10往这每家张方向。嘿，个来么引起的与阿罗大路。从这个山东大家才晓得了，不像现在的山东才是康庄大道。从这个山东线路是不得了，他是最初一天对一个圈子为了来然后来引起的阿罗大路。个皇帝这个辰光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梅高庄，而现在将近一到梅高庄子，这个他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心贴是贴得来，七上不落，落落落，思绪飞起呀。回马加鞭。
谋相的亲儿郎，他既王位，好一如之家也没相。一路过来，每个长一斤蛋，显然虎呀！阿拉玲珑几个唯一主们，没相负担一斤蛋在。皇帝炮毙下马，可惜你母亲过时候啊，小文。哎，皇帝爸爸，叔叔上前看月门。啊，什么？请皇帝等一等嘛，阿拉上来把门。看看，看看，个门公啥年门公差不多一个阿叔。哦哟，刚是讲门公了，小姨。梅相府头落去，请酒旁与财富来地下人只有闭门了后门，离刚刚叩门引动虚实。梅太夫人代理结关哈，虽然讲没事体做，过了梅家不让活不起。咦，还有人把门，啥人？谁敢挨着啊？要紧过来，过闭门收起，嘎，门拉开，哎呀！阿罗啊，阿叔，哎呀，过来忙那个呀，来，李先生，阿叔啊，哎呀，你不上路啊，我哪不上路？你进来新他个新娘，洗嘴不清我怎么洗大门吃着啊？哦哟，那个小吃了，小吃到灵通关，有家是我打你讲，他勾上因公积德，一家分惊动。梅太夫人吃个铜钿啊，实干了，妈妈我办个喜事，哪里分惊动，哪里分惊动。阿叔啊，本来你一起一家的，听说进来你哪怕噻？新娘为呀打过来6-7只月饼哇，五百，一塌瓜子4只月饼，还没那嘛，你没那嘛。哎呀，阿叔啊，你这个开些度假馆子，开些度假馆。好来好去啊！梅太夫人关转路的，想不要想，我的我实地不弄，不听我的个。啊呀说，我进来新的这个东家子，俺对的啊，特别是跑堂子嘛。呀，
你对个东家想上去不大会台湾几好？是呀，我个东家是不得了。哎，挑你做生意了。我东家想进买相府，来开一开方便之门。是吧？不是啥事。黄金把人上上来，上得来水不落得来。阿罗啊，分母那个，东地人是人人欢喜，但是要摸了良心做人。东家对你这个好，东家观察头落去，亲眷朋友也不见，那个东家你人也不认这个好放进去噶。不来个，我当你讲，金子银子单人三，不好开，叫你到东家走去，不好开，真个不开，不开，实对不开，不开了就是不开，那么叫啥呢？阿家里个说，小那个吃了那昏特了，叫我说阿家里个说，你预备哪？我预备呢，来开门，上来军队，把那一个人家苦劳的，不开门，嘿嘿，非得不军队，杀很多一家门苦劳的，四杀渔民一拿起，是啊，那个吃了，你来威胁我吧，啊，你都东家这个，你东家当然很难，快，总杀个马相，哦，这外地来了那个。隔壁这子这个一来，嘘，隔壁这子，我个东家皇帝，阿罗啊，那个想出了，买相府的事情难晓得个，你那侬皇帝到来，那个想出了，引举上门我的啊，你那好这个，皇帝也来我拉得来个，拉不来，我当然是，我弄皇帝打得来。皇帝非得上我军队，我讲我做官子啊！那他不对做官子，啥个官？欺骗！哈哈哈哈！哎，做老记得，他不对做欺骗没好子。阿说啊，他是来开一开门市啊，皇帝一高兴，那功劳大个，那功劳大，那也是我阿说。我欺骗你，肯定比我大啊！你好好做官个，我看门啊，好好做官。当然，那么我假使做起来，哎，大概做啥个差错？你嘛，对不啦？你啊，分啥讲？我欺骗你，顶起码70瓶，放那个屁，70瓶不给。那么这个要么我去试试看，成功的顶好，不成功嘛？你那皇帝爸爸们是当个这不来个，阿说不成功，老实讲，我苦劳的报不来，你苦劳的也报不来个，白人工。可是看来只好人工啊，哪不懂那劲了？紧张，不人工不得了，啥苦劳的？哎，一想，有了，做工好，白龙一想，哒，来回落彩球奔下来，气得吼吼，到中门门板上，当。两来我对出来，门一上刷梯，这干啥都不得了。外头来个人看见白见夫人，不能见夫人上沙拉照样了，一时洗下来，出自人性命，衙门来打口，屋里事一把出把一家人家满门抄债啊！我对还接啥子？哈，有个种能个事体啊！禀报梅太夫人，梅太夫人想不落。来个朋友恶死者，不要见我。今朝不见么呢？不见唱好。说来见啊，屋里向有事一百来，咋见？稍等2年，老是讲见子下来想上去同地能够打发的，吩咐一声，客厅相见。我队出来通报讲客厅相见，这个门工高兴的，哈哈，苦劳的不老在，哎。要紧回出来告诉阿罗，阿罗告诉皇帝，皇帝进去，阿罗要想跟进去，皇帝想跟来不就，好跟进去的，跟他这里向，我打满飞旁头，地上过去的事体，知道不明，
馆长，你等那外头吧。可是阿拉没说法，那门房间搭里个阿叔呆呆实实。那么皇帝与五队领路一大路忙着里向了那进来，到客厅滴水一直在里向一看，哦，居中手还问了他，赵嬷嬷福得的西马棍杖，从50开外年纪，一看便知梅妃个娘，那吃的是个真梅妃在面孔，他里向的。哎呀，皇帝一想，夹着家的上面春喉咙讲了，侬见里啥呢？这问题啊，梅妃当我儿子啊养大8岁，你说我啥娘？今朝我梅家女婿第一柱上门，应大街上，哎呀不对哇！叔叔梅妃的辈分，你是我养的妃子，我娘的身份嘛，你说我熬了个哇！可是别去鼓励噻，问大家和问过去再说。大当来，阿爷句哦，我一个主君打那句，你也说服了。再说我一个对口气，种种骂人的气根都是花后天子。这个吓得我把有点年纪在打工吧。大当来，啊老夫人，谁下即老夫人。梅太夫人那看了，打进来个人年纪一把的，笑嘻嘻，蛮好受，没啥恶意。这回客气，手上抬身为一个礼，有客人，不该呀不该，来，亲手了。谁下告诉了？那旁边收听我的送上乡民们，谁讲？我来门口，门前上千里动身。有客人，老夫人，请问真心大名哪得而来？做好胜利的这个也想告诉个智慧者。哎呦，妹妹姐，阿罗讲哪怕皇帝来还要扣我出去的，非我智慧者一出去，比他写的当今的皇帝的名字的，写得我皇帝来着马上感动声，可是你是谁不大管？啥个？皇帝也称得君给一个字啊，老夫人。想谁相信只对名一个君尽都生事，非美举罢为甚。哦，点心菜，啥的马纸包，纸包上以内之外，纸包卡上兜，那挨打穷乡僻壤，够得挨打来，为啥？梅相府改革党特殊的纸包山地同地，山东的也口干。不经过得来的了，纸包边同地不地不能可以的，有客人，老夫人，白气得很呐。相国万古，我乃非万之人，用不得今人收拾。哦哟，来他弄错在，当我来推些纸包。哎，老夫人。谁下今日到此，并非非美之吧？不是非美之吧？到此之人呐，谁下得来拜访老夫人，拜见老身与后归该得来大厅一人啊，大厅后人非是当人，虽是怜爱美无用。老他天机灵，爱美无用，觉得那个迷失，干了事吧。今朝分妻女儿身。神记得来人海里，当初女儿归家之，此事旁人不知闻。
神之下，内中人怕只怕大后领队呀灭门这个事情好不了，你晓得个哈？口里没啥个恶意。对了，你哪位问题？想呀，我能送走来的呀。当初相依，把女儿送回家，大今朝消息。为人送进人间，今日是相依陪他来到梅庄地，问一问女儿嘿嘿。他们口念，对，一定是想要爬得来问一问心音的。哟，客人，老夫人，想你莫非乃是相国受气，得到此举新闻真邪？非也。你是何许养生呐？现在还搞出在向我的真名蛇心，那叫知会长。要死个来杀人，娘要个绿毛王之外，可到底那行要何为其说？